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台中一中日前有音乐老师甲学生因为作业的报告介绍到南北馆甲看望魂这个师生来起冲突，这嘛来引起到大家讨论。南北馆是毋是敢若伫个个别式看望魂的时阵才会当使用呢？这个台湾北馆的音乐家邱庭讲，其实是大家对南北馆无够了解。这个南北馆是清朝的时阵为福建流传到台湾，南馆是有钱人的娱乐，北馆是平民老百姓的最爱。即摆包括社神、社天公，包括婚丧喜庆，拢大量咧采用，已经是老百姓生活一部分了。北馆敢干那管着出山看望尔，其实为生到死，北馆拢管会着。妈祖出巡，掌中乾坤，驸马不该，东路失丢地。歌戏出场入相，拢来靠北馆。南北馆是清朝为福建流传来台湾的，南馆当时是有钱人因兜的休闲娱乐。那北馆是一般民众的最爱，新明出巡、闹热婚丧喜庆，拢爱伊来做阵。那北管戏，我们较早叫懒弹戏，就乱弹戏。它大概从清末传到台湾，一直以来就在台湾成为这个酬神最重要的一个剧种，也就正戏。正戏就是一定要很正统的才可以来作为酬神明看的，神明看了人才顺便看。所以日据时代有一句这个名言叫“家爸家三站，看戏看烂摊”。北馆音乐家邱庭是号称人间国宝教部新团长的弟子邱慧莹的查某囝，已经到第3代啊。伊讲北馆的音乐伫台湾上有人气，唔是干那会使接个别成年。采访过马友友，他跟我说音乐本身是没有设限的。他说他在告别式也拉，追思会也拉巴哈，然后巴哈的音乐也在国家音乐厅的殿堂拉，所以他音乐本身是没有这种标签化的。伊嘛希望政府对传统乐器的推广爱较用心咧，让这个南北馆的音乐有多元化的发展。Hello， 我是叶明。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